好，来继续来看，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投票日是定伫6月初6。韩市长委请律师申请停止罢免，结果最高行政法院来驳回专案确定。高雄市府回应讲，遗憾也毋过尊重，讲目前韩市长是以防疫甲市政为优先。若国民党的党中央嘛来成立反罢韩因应小组，要协助韩国瑜度过这届的难关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颁奖典礼，媒体问关于再委请律师申请停止执行罢韩投票案，遭受最高行政法院驳回控告，专案确定，伊安怎看？选党主席吗？抗告驳回怎么看？4月初8，韩国瑜市长就向台北高等法院送证申请停止执行罢韩投票案，17被裁定驳回，韩国瑜搁再提控告，依然无路用。新闻局回应遗憾。那么对于这样的结果呢，我们表示遗憾，但是也尊重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，这样一个出现在高雄港边的摩天轮，其实就是对于韩国瑜最大的讽刺。罢韩团体发布影片，以高山区的气球飞轮考试韩市长的爱情摩天轮证件。市长啊，你应该要勇敢的面对现实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对着罢免案，国民党中央已经正式成立反罢韩应用小组，全力协助韩国瑜来度过这次的难关。